各位兄姊平安。佇分享信息之前，咱做伙一擺來祈禱，來準備咱的心，領記聖經話語所要甲咱講的話。天父上帝，阮感謝你，清早的時來到你的殿院敬拜你，是歡喜的代志。當我們對聖經來學習，主啊，求你親自對阮講話，互阮會當有通聽的耳孔、受教的心，閣有氣力照你的心意來行。安尼祈禱，攏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來求，阿們。今仔日要用一個故事來甲大家分享，來開始今仔日的信息的分享。我少年的時陣，甲阿公阿嬤攏有做伙大。我是伊上細漢的查某孫，所以我出世的時陣，伊已經70歲，是真正的老大人。我發現伊足有氣力，我發現伊足安靜。雖然伊是一個高講道的牧師，但是伊無足愛講話，但是伊講話有內容。我看伊逐日攏甲我同款時間起來，也同款時間困。伊無困眠真少的問題，我就足好奇的，想講阿公哪會遮厲害？一天伊困的時陣，我就去甲偷看。我發現伊怎樣困？伊用最後安歇的姿勢來困。恁知影最後安歇的姿勢是啥物款姿勢無？真正放鬆，真正死者。然後我就發現，伊逐擺困，攏真正安歇，起來就閣活，伊有閣活的氣力。上帝同在甲伊相甲佇地，伊無搞迷茫，但是伊祈禱，若上帝有聽，就會甲伊講話。後來我發現，阮做囡仔，若困的時陣，歪哥起床，伊就會來甲阮悄悄的，嘛愛用上放鬆、最後安歇的姿勢來困，安尼才有閣活的大氣力。這是一個足有趣味的經歷，這是一個足特別的經歷，互我一世人攏袂記哩。一個安靜、卻敖講道的阿公，楊秀德牧師，一個困甲醒起來，閣會當重新得到氣力，特別上帝的羅卜。也因為佇主年11月9號，我有講到好即事第一點，講到愛安靜吼，我就想講好佇冬天的時陣來講安靜是真水、真適合的一個主題。但是咱愛知安靜，毋是恬恬，毋好講話，親像老大人上愛講的，細漢囡仔恬恬，毋好搞話搞變，迄個恬恬。即個恬，毋是叫咱毋好講話，即個恬閣較親近迄個聖詩講着恬靜。着恭敬佇伊面前，迄個恬靜，是一個真安寧的狀況，是一個親像以賽亞書30章15節所講的平靜安穩的狀況。安靜是穩的基礎，頂一擺好即事有講到。咱先來看安靜這個字。安靜是一個佇希伯來文足豐富的字，伊會當講是靜謐、止調的、停止，伊嘛會當講是停止掙扎，不要掙扎了，也是講放手的意思。伊閣較會當是保持敬畏上帝的心，毋好埋怨，也會當是休息，甲上重要的安歇。所以安靜就是互所有的擾擾動攏停止，無論伊是外在也是內在的意思。毋好閣擾擾動，不要躁動，互咱先停落來，然後再來講其他的事。第二個。
安靜是因為知上帝是上帝，知影也是認捌這個字，是更較豐富的一個字。因為對猶太人來講，知影認捌，除了理性的認知，對知識的了解，更較重要，伊包含了迄個關係的建立，甲生命的經歷。所以講到第一個查甫人亞當，甲伊的婦人人，上帝甲帶到伊的面頭前，因着進入到房內的時陣，伊講因就認捌彼此。這個認捌是身體甲心靈全面的認捌，是關係的建立，是生命特別，敢若夫妻才有的經歷。咱認捌上帝嘛是同款。對猶太人來講，上重要、中心的認捌，就是知影上帝是上帝。認捌親像咱頭拄仔啟應文所講的，親像詩歌所唱的，認捌伊的威嚴偉大。因為認捌上帝，因為知影上帝是上帝，就咱知影家己是啥物人，也知影我徛佇啥物款的位置。因為認捌上帝，所以咱佫較深認捌我家己是迄個上帝目中的我，所以我應該做啥物選擇，做啥物代志，就會佫較清楚。因為安尼認知，咱轉來看詩篇46篇，因為經文所讀到第10節，所以咱頭拄仔所讀的啟應文，就是詩篇46篇的全篇。所以恁雖然佇讀經的所在，敢若讀到第10節，但是恁佇讀啟應文的時陣，已經甲規個詩篇46篇攏總讀過一解，恁就有概念。這個詩篇是咧講啥物？詩篇46篇其實是一個關乎戰爭甲患難的詩篇，卻佇其中來教示停止甲安靜。短短篇幅內底有幾項重要的提醒甲功課，互咱學習。第一，上帝才是世界的主宰；第二，上帝才是咱的靠山。毋好靠人，也毋好靠家己，着倚靠上帝。第三，因為上帝是世界的主宰，因為上帝是咱的靠山，所以戰爭輸贏毋是靠咱家己，戰爭輸贏是倚靠上帝來成就。咱人生嘛是共款，着倚靠伊來成就咱家己無法度成就的代志。所以佇遮伊就呼籲讀詩篇的人講：咱愛停落來，咱愛安靜落來，咱愛知影上帝是上帝，咱愛看見伊的大作為。這是一個足奇妙的景象，敢毋是？佇足極端的迄個震動甲安靜的中間，佇對着佇遐嘩吼。武器攏也好，就要進攻的進程，竟然咱愛保持安靜，咱愛靜靜聽候上帝。然後詩篇內底就講到，上帝互戰爭煞去，因為伊出手。這首詩歌在傳統上是可拉後裔的詩歌。是以色列民族去經歷迄款的流浪，迄款的失敗、長期佇迄款行來走去的人生內底，伊個信仰的體驗，實在互咱應該愛深深來思考、來學習。安靜到安息，對猶太人真正重要。咱毋好忘記，佇時間上受稱最聖的，佇十誡內底，就是恁着守安息日最聖日的規定甲持守。
對十誡的安息日，到詩篇46篇安靜安息，咱會當發現安息日受規定做聖日，分別做聖的意義。安息日是猶太人停止日常工作、甲社交活動的日子，因為佇即日，咱愛專務敬拜上帝，對心靈到身體攏愛好好啊休息，好好啊休困。佇即兩項事看做無共款，其實是互相有真重要的連結的。因為敬拜上帝，咱就會定心得到快樂；因為停止其他活動，咱就會當專心敬拜上帝。因為專心敬拜上帝，就會當好好甲上帝建立關係，然後透過好的安息來重新調整咱的信仰、咱的心身、咱的生活甲工作。所以安息日是偌尼啊重要，佇上帝的面前看做神聖。第三，詩篇46篇的內容，毋是干那一個關乎戰爭甲得勝、行動甲安靜的詩篇爾爾，伊也是一篇佇患難中、佇真大壓力內底，免啊做信仰操練的教師。作者佇遮在提醒，咱着愛轉去到信仰的中心，就是對上帝的相信。因為相信上帝是咱的避難所，是咱的倚靠，是咱的關台，所以咱就袂因為驚嚇、恐慌佇遐搖搖動。因為上帝掌管萬有，上帝佇萬項事中間，就會當停止佇遐搖搖動。咱會當安靜落來，咱會當放手交託佇主的手中。咱會當平靜安穩，咱會當有耐心去聽候上帝替咱做伊心愛做的事。這款的信心，互猶太人佇迄個足長期幾若千年，國家無去啊，家庭有當時嘛無去一半，然後流亡到全世界，攏去互壓迫，攏去互歧視。攏去互排斥的人生內底，猶佫會當堅持住的，到今仔日抑佫是猶太人無消失的歷史中間，一直到今仔日，這就是因信仰的操練所產生的快樂、安靜。因為安尼，毋是干那是猶太人的信仰功課，甲信仰操練。嘛，應該是咱所有的基督徒做伙愛去思想、愛去實踐的信仰功課。所以，咱要為5個方面來思考，怎樣操練安靜。第一，安靜是內在的節制。詩篇65篇第7節安尼講：萬國喧嘩。今仔日的詩篇也講萬邦騷動。列邦嘩嘩吼，列邦搖搖動。對古早到今嘛，這個世界一直攏真正搖搖動，嘩嘩吼兼毋是。因為這個世代真正吵鬧，所以咱的心就容易受到影響，嘛開始對咧吵鬧，嘛開始對咧。搖搖動，所以安靜第一個學習，互咱節制迄個內部的活動、內心的運動。佇遮即款節制，毋是講咱會家己敲到一個足好勢的狀況，是靠咱家己的力量，毋是安尼，毋是咱家己靠家己的力量，要互咱真正安穩，毋是安尼，是佇即個時陣。就停落來，
親像聖經所講的 ，be still， be still， 停止，停落來，毋好佇遐搖搖動。就是若咱用電腦的術語來講，毋是假裝鎮定，是強制關機。所以咱才會當轉去到迄個安全模式內底，因為咱個搖搖動是完全無利益的事，所以咱要開始節制，就像聖神的規矩所教示咱的節制咱內心的活動。然後第二，咱就會當有信心的交託。安靜毋是干那停止家己的活動，是愛咱開始轉向上帝，透過信心的仰望來交託，因為知伊是上帝，因為知上帝是上帝，因為知影，所以咱會當甲心中的固執放落來，手中的堅持嘛放落來，真真正正甲代志交託佇上帝的手中，親像第8節安尼講，來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佇地面上奇妙的所做。也親像65篇第5到第7節，就安尼稱讚咱的上帝講：親像阮的上帝啊，你用通行為的作為，施行公義來引導我，地極甲海面遠遠的人，攏要倚靠你。你彰顯你的權能，用氣力，互山嶺安穩徛在。海搖出，海湧嘩嘩吼，萬民喊話，你互因攏平靜，你互因攏平靜。信心的交託是知，地搖出，上帝互因平靜；海嘩吼，上帝互因攏平靜。第三，安靜是往真道的校正回歸。即使依咱佇疫情的時陣已經學了真好勢、真透徹吼，所以我都無解說真多。但是咱通知，若咱安靜落來，若咱知影上帝是上帝，你有發現一項事無？世界就安靜啊！若咱安靜，世界就安靜落來。這是一個足特別的體驗，所以咱就知，其實嘩好是因為咱的心嘩好。若咱的心安靜，若咱知上帝是上帝，咱的心安靜，世界就安靜。咱會忽然聽會到上帝微微的聲 ，whisper of God。咱會忽然看會到本來已經那親像要消失佇迄個城市足繁華的景象內底真理的道路，然後咱會安穩落來，因為咱找到上帝所徛起的方向，咱會當足穩妥的一直往頭前行，一直往頭前行，行去到上帝的所在，攏袂迷路。聖經舊約內底有一個前輩，就是安尼去經歷的，迄個人就是先知以賽亞。伊服侍日子足長的，長到國王來閣去，長到王朝起閣落。服侍到有當時嘛會感覺足挫折的，足失望的，足無氣力的。但是佇這個中間，伊經歷上帝對伊的保證甲安慰，親像以賽亞書第43章第2節就安尼講：上帝對伊講，你經過大水的時，我要甲你同在；你過大河的時，水袂甲你淹滅；會對火中經過，
一定袂傷到，火焰嘛袂甲你吞滅。這是上帝對伊安慰甲保證，這是咱對上帝找到方向的安穩。第四，安靜是深深 root， 深深定根佇大自然的草原。伊拉安靜的時，毋是呆呆佇遐，戇戇無振動，是進入佫較深沉的靈性操練。咱來透過祈禱，咱來透過上帝賞賜咱的兩本冊。上帝毋是干那賞賜咱一本冊，上帝其實賞賜咱兩本冊，一本叫做聖經，一本就是伊所創造的大自然。因為上帝把伊的真理藏佇大自然的運作內底，對咱講話。咱來透過聖經，也透過大自然來操練咱的靈性，互咱的靈性會當哪來哪臃腫。就是咱來透過讀聖經來祈禱，佮甲大自然來連結，互咱會當豆豆甲上帝相同行。親像聖經所講的，凡事豆豆來，就互聽上帝人得到利益。咱甲上帝豆豆相同行，咱就會當真正平穩的呼吸、呼吸，呼吸，慢慢來思考，每一項代志都會當穩穩來進行。咱毋好小看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咱可能以前較少佇靈性的操練內底，佇安靜的操練內底，去到大自然的所在，佇遐去遐安靜，去遐思考信仰，去遐看見上帝偉大。但是環境倫理學之父 Hans Rosling 安尼講，伊講樹林親像一個禮拜堂，是定根根基的所在。樹木的枝葉，伊往天頂來伸出去，就親像禮拜堂漸漸的迄個厝尾頭啊，伸佇藍色的天內底。日光透過玻璃，透過樹葉啊，佇咱的頭殼頂，就親像透過禮拜堂的玻璃降落佇咱的頭殼頂。樹林甲禮拜堂共款，伊邀請咱進入超越人間的處境，互咱更較深來體會迄個開闊、佮充滿包容的境界。這款的操練，互咱會當定根佇上帝，就是咱生命的源頭，也定根佇咱所生活的土地大自然，互咱的生命會當穩固無搖動。最後是安靜，是要開始行動的開始。我用日本人這兩字叫做靜極的開始。你攏知影靜極是啥物意思？其實安靜是毋是永遠攏無振動？靜靜嘛是為開始燒台弄鼓開始，音樂嘛是為第一音開始。安靜是下一階段行動的開始。安靜的是咱已經在準備，行動已經開始。安靜閣較是上帝佇講話進前，迄個有上帝做伙的靜謐，迄個安寧有上帝做伙的靜謐。佇遐咱的心安寧，已經在準備甲上帝做伙往頭前來行，準備甲上帝做伙來同工，準備甲上帝做伙來經歷人所無法度家己成就的大代志。親愛兄弟，你敢願意安尼經歷這款的安靜？有人講，祈禱是聽上帝對咱講話。
穩定的話語，真理的話語。有人講祈禱是講，因為咱對上帝無保留來講。其實，若咱閣較深操練祈禱，操練安靜，咱就會發現祈禱上奧妙的境界，其實是安靜，是甲上帝進入到單獨的迄個厝內的迄個深深的經歷。佇遐，咱無需要講啥物，上帝若親像嘛無講真濟話，但是咱會做甲咱靜靜三角佇地，就咱的心安然，咱的靈魂穩當，咱有一個上放鬆無緊張，卻上有快樂的時刻。佇新的一年，咱有足儕工愛做。無論佇日常生活、佇工作，也是佇服侍，攏佇緊鑼密鼓的準備。所以，咱閣較需要操練安靜，知影上帝是上帝，咱就會親像小楊詩歌有你同行所講的，有主同行，勝過千萬人同往。我靈穩妥，因你與我同行。有主同行，就贏過千萬人做伙行。我的靈魂穩妥，因為你甲我相同行。阿們，做伙來祈禱。天父上帝，阮感謝你，因為講話時你甲我佇地，安靜的時你閣較甲我相甲佇地。主要是所祈禱，阮感謝你。因為你所賞賜的平安，是這個世界苦難袂當搶奪的平安。主，你予阮透過安靜來閣較親近你，閣較豐盛的親近你。因為心安靜，就行道穩當。予阮所行所做，因為穩穩甲你相同行，相同講就發出佇你的歡喜。閣互真濟人得到利益，也互阮的生命會當持續成長，得到你的歡喜。安尼祈禱，攏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來求，阿們。